立法院伫总预算审刷已经休困了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昨是去中国的厦门，甲国台办的主任宋德做伙参加过年的活动。陈玉珍是强调讲，伊是为着两岸交流，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质疑讲，伊是向中国来报告成果。另外，陆委会嘛已经取消摕到中国身份证的台军当选手李东宪，佮有苏世文等3个人的台湾身份。为什么李东宪还有苏世恩他们2个台湾人，中华民国国民，已经拿到了中共的身份证了？网红榜上进前翕影片，北康有台湾人摕到中国身份证。陆委会23证实已经接到10外件检举的具体个案，确定注销包含台军岛选手李东宪以及伫台湾有洗钱前科的苏世芬，甲另外一个人士，总共3人的台湾身份。你上次台湾身份，基本上我们就把你当成大陆人了。回到台湾，你就是要拿这个大陆的这个相关的文件来申请，才能够进来。那你的当然也不会有健保。3人当中，李东宪捌伫2003年参加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，伫颁奖台举中国5星旗。第3回遭到注销的人是3人。陆委会表示，无伫影片当中出现，未特别说明，不过欢迎民众用具体事情来检举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23参加福建厦门新春活动，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互动闹热。陈玉珍进前因为删减公司预算，甲引用撇掉讨饭的碗流会备受关注。即马去中国甲宋涛做伙，引起绿营立委质疑，时机点是真敏感。共产党就曾经说过啊，国民党团在就是在台湾的立法院应该要扮演积极的角色。这次总预算砍成这样子啊，那果然够积极了。我不晓得陈玉珍呢是不是回去报告成绩，是不是回去呢论功行赏。立委柯志杰是认为，个案单位应该介入调查。不过陈玉珍表示，两岸本来应该有更较侪往来，金门阁是双边交流的重要平台。中国文旅部进前宣布开放上海甲福建的居民去台湾旅游，伊也向总统建议，应该开放更较侪省市居民到金门旅游，带动当地经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